乡亲啊，这个彰化阁有新景点，伫丰原海坪湿地边仔的海空步道，今仔日正式来开放，会当近距离来看到红树林的生态，会当看到日头落山，四颗练灯，阁有海牛采蚵仔。这个海空步道结合着海牛采蚵仔，讲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旅程。 眼前规片青色的红树林，阁有真侪白灵丝，互人看甲身心灵拢真放松。压力搁较大，嘛会当感觉解郁。即马这个景象会当伫彰化的海空步道近距离看到。 伫丰原海坪湿地边的海空步道，我近伫林溪出海口，有跨5公里的海坪，阁有丰富的红树林生态，和保育鸟类休困的所在。官府关过海坪要2公尺的宽度，打造2公里的海空步道，今仔日正式开放。在这个情境里面，你可以透过我们的海空步道，看到我们的底栖生物以及红树林。 伫步道沿路会使看日头落山，嘛会使看鸟仔。附近阁有海牛采蚵仔，游客会使坐牛车体验采蚵仔。是全台唯一一个会使体验海牛采蚵仔，近距离欣赏红树林生态的佚佗路线。你呢可以来参加我们独一无二的无形文化的海牛采科活动，那一直来到走我们的这个天空步道。 行到步道的上尾啊，阁会使看到规片的海景。官府完算结合10月份的国际海牛文化节，阁有妈祖祈福文化节，推出海空步道限量活动，让大家会当熟悉无同款的彰化丰原乡。